好，来继续来到云林的大溪，这是蛤蟆主要的产地。最近蛤蟆的收成大减6成，渔民讲，真有可能是前一阵落大雨，用这个海水来养殖的蛤蟆，有大量的雨水灌入去，这个水质瞬间来改变，所以蛤蟆才会大量来死亡。讲若阁继续安尼落去，到今年的中秋，恐惊会无蛤蟆通卖，这个蛤蟆会起大价。 饲蛤蟆渔民伫日头骹伫抬这蛤蟆，用网仔抬出大细粒，佮将这死去的蛤蟆嘛甲清出来。这拢死啊！抬过了后，发现讲死去的蛤蟆超过6成，比收成的搁较济，这拢总爱销毁。针有7头6成啊，我7成，按算了咧100万的，起码全部80万。 死去蛤蟆冻甲敢若山，渔民心伫智慧。前一阵因为落大雨，海水饲的蛤蟆因为落大雨的关系，水质瞬间有改变。加上这阵蛤蟆伫生卵体质本来就较敏感，才会死遮济。那些有机质会突然间爆发起来，所以引起文蛤的不适。它死亡一颗文蛤感染到的话，就是从旁边一直感染开来。 真正因为疫情影响，蛤蟆的市场需求量较少，因为随着疫情有较回，加上这个中秋假期的时，大家真爱烘的蛤蟆可能出现饲无够卖，计销起价情形。